都嚟到慈雲山中心，從7樓開始，圖書館、呢個間銀行。順豐智能家、智能櫃、美容。呢層主要係俾大會軒節目佔咗半層，所以我冇乜嘢睇。好，我哋落下一層。係間薩莉亞，荷里活冰室，小朋友嘅培訓中心，運動培訓中心，12蚊店。每次行過都見佢冇小朋友幫襯，假期就唔知咧。個場咁大，都幾坎坷。日本城，依家日本城都幾大間。補習社、夾公仔、好大間，不過冇人幫襯。又係教育中心。3間都係中醫診所啊、涼茶店。向下一層進發。菠蘿東啊，文具鋪。啲屋村緊有一間呢啲文具鋪。有，着校服㗎，唔該。入邊有間好賺。隔離係阿信屋。
家嚟簡簡單單。大生呢個間萬寧惠元堂上品百佳牧野餐廳。呢一層暫時即係見到4間吉鋪，算係咁啦。好，準備落下一層。未到下一層啊！之前睇埋呢一邊先。髮型屋，商場嘅典型藥房。森美奧廚房，你啲雞髀配薯角都係33蚊啫，抵食喎。樽茶，如果星期日多小朋友玩嘅時候，好開心嘅，又可以攀爬，又可以玩水。
大家樂。好啦，5樓行晒啦，行落下一層4樓。有間飲茶嘅友誼器，隔離係 KFC。有間豐澤，有間時尚眼鏡，屈臣氏，時裝，對面有啲手機配件。樂聲爐具、東苑電器行、360、Baleno， 好嘢喎！呢一層唔覺得有吉鋪。果然靠得住。今時今日，啲商場每一層唔超過5個吉鋪已經係嘩啦啦冇得頂。好，我哋繼續向下一層3樓。新開喎，100蚊2件。哇！換季嚟呢度好啱㗎啦，換季係最啱，都幾大間㗎，2個鋪位，7天之內任退任換。手機配件、玩具店、時裝、雞蛋仔大王啊！草機，呢度有間吉鋪，隔離大快活。呢度有間太興，呢間太興唔使排隊。彩豐行、東京麵包、吉野家，嗰邊係維特健寧啊，同埋有間大快活。我哋繼續落下一層。
有間碧斯。海天堂、同仁堂、六福珠寶。呢度食點心啊，中心點。哦，小菜，點心小菜。優惠時段88折，都幾大間。天上嘢，唉，買隻鑊都話幾千蚊，唔通真係煮得特別好食咩？啊，落下一層。美心西餅、意樂，雞煲咯，4串啊，4串啊。依家係桃園。好啦，今日慈雲山廣場就到此為止，都算好嘢㗎啦。橫數掂數都唔夠10間吉鋪，今時今日真係好難得，因為譚仔三哥。街市我哋唔行啊。10間吉鋪都唔夠，真係經營有道啊！好啦，條片到此為止，拜拜。